情歹写甲落雪，才知已经十二月。一段感情爱甲无话，才知你是别人的。缘分无求长地，离别若像风吹，不知阮会飞去佗。一通电话安怎解释？听着妈妈的鼓励，伊讲感情不通勉强付出，过就是咱的。春天开的红花，冬天冷风在吹，一切拢是天赐的。心爱的。心度过的话，想我想到遐尼彻底，心爱的，我无分你，无分你，缘分的你绝情的批，已经写到遐尼坦白，只是爱，遐尼爱过，不是缘分。就会当将一切收回。心爱的，我无怪你，无怪你，天歹的心度过的话，想我想到遐尼彻底，心爱的。缘分的你绝情的批，已经写到遐尼坦白，只是爱，遐尼爱过，不是缘分，就会当将一切收回。好，于姐老师好。你的声音就是敢若胖。我要讲的就是说，你的歌声袂插人，就像胖一样。你的声跟胖一样，就是你的那个松软度足水的，你那个口能度足好的，你的观音足水的，你的再高音也不会去刺到人家。低音的部分要再加强一点点而已。那高音真的我就是找不出什么缺点，但是呢，我会建议你高音的地方练习，看能不能更有张力。那个张力不会刺到人，但是它却能够撼动人。还有一点，你一定要跟好鼓点老师那个鼓点，不要到了后面越唱越赶，越唱越赶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老师好。你的优势哦。好，我告诉你，你有什么优势啊？你有一个非常开朗的个性，第二个，你的音色是一个利器，但你只要做好一件事情，就是稳住，把每一个拍子、每一个字哦，都不要耍技巧，也不要想说要什么样的攻击性，你就安安稳稳一步一步唱，你就会比别人分数高。一定要每一个字安安稳稳去唱，拍子唱好。哪一个字哦，唱到快要没有力气的时候，那个部分就要想说落点要落在哪里，重新再思考一下。好。好。